有这个民众坐台铁自强号的火车为台北坐到台中，讲这个一路上这个火车是吊甲真厉害，安尼一路是吊2点外钟，这个乘客哦，嘛是一路上安尼心惊胆吓，专惊这个火车会来并车。台铁来回应，讲是因为火车的链啊变形，所以车厢才安尼吊，已经安排换这个火车链，未来嘛会多加注意。 影片中，这个台铁自强号一直震的声是有够大声，好一个车顶人挡袂牢。这是4月初到139处的自强号。有民众搭了这班列车要从台北搭到台中，但是却在途中发现车内一直在抖，抖得很离谱，还一路抖了2个小时多。车子一离开月台的时候，它就开始抖，从台北抖到台中。结果我开的时候，那个手已经把手机握得很紧。我本来想睡觉一下，结果晕睡不着，我会担心可能会冰车。人客烦恼讲会冰车，真正都袂安心，真无来铺上网络来问看，敢有人去拄到？感觉很像是这个架子没有锁牢的感觉。没有，我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，我会怕。我希望我不要遇到，可能也是会怕吧，没这么陡吧，没有遇过啦，会觉得很夸张。是蛮夸张的，因为我也坐过大陆的，好像也没有这么陡了。民众都感觉有够咸，虽然火车加减会准，也不捌拄过这咸的。台铁书面回应讲，初步检查是车链啊无圆啊，已经安排要换车链，未来会加注意，别个人客坐车坐了袂安心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